好，来继续来看，警察支援着防疫工作。若是挂这个护目镜，或者是挂面罩，再过来戴这个警察帽啊，警察帽啊就会卡掉咧，或者是戴袂落。台中平南派出所的员警用3粒的螺丝解决这个问题。员警伫菜车做防疫的宣导，定定甲人接触，有时可能接触到可能会着病毒的民众。 北部有10几位员警为着病毒较紧，员警的防护装备、喙暗护目镜，佮加防护面罩，怪挂警帽，结果就变安尼。远景戴上这个防护面罩，再戴上警帽呢，就会像这样子，完全没有办法戴紧，松松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他们将这个防护面罩锁在警帽的帽檐上面，就会相当的紧实，不用担心松脱。原本的戴法只要留啊叮当一下就会落，防护面罩都要用久嘛会松。台中平南派出所的员警用3个螺丝钉仔来改造警帽。 甲防护面罩帽仔钳顶伫警帽的帽仔钳，免5分钟就会使固定好。除到头壳顶、面罩、警帽拢袂刷位。远景就有经过工地看到类似这样的情形，就把它学起来，全部都改了，每个同仁都改了。 平南派出所有23位员警，每一个人拢甲警帽改造做防疫勤务帽，出勤转来唔免一个烫，只要一个动作，甲防疫帽仔摕落来，就会使喷酒精来完成消毒。